后来乡亲啊，唔那安尼哦，参这个学校的毕业旅行嘛，唔敢来到桃园咯。这个云林县镇南国小的毕业旅行，132个师生，本地是要到桃园的大溪来耍2天1暝，但是就是惊桃园新冠病毒的疫情，所以出发的前一天紧急改行程，换去苗栗的桃园，撇开桃园。 毕业旅行出发咯，云林镇南国小127位学生伫5位同学传领，要上北去佚佗。我们要到哪里？忠烈祠。囡仔拢足欢喜，不过老师真紧张，爱消毒的、爱刮嘴暗的，拢爱真注意。过程里面一定要记得整个防疫的动作。为着避免疫情的威胁，毕业旅行的行程原本第一天去淡水，暗顿才去通园大溪食饭过暝，过工才去新竹游乐园。不过校方烦恼通园疫情的状况，出发前一天赶紧改去苗栗桃园。尽量要求他们以台中以南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来做安排，那尽量不要到北台湾哦。学生已经期待真久的毕业旅行，不过校方阁烦恼通园发生病院群聚感染，会影响到社区，无希望师生受到疫情威胁，只好临时改行程。6年的学生去毕业旅行，其他年级的学生是派册包到学校上课。你喜欢上课还是放假？上课，因为放假的时候没有同学可以陪我放假。全国中小学1月2日开始放寒假，不过云林的中小学需上课，课程也是后学期的。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这一个比赛，在4月19、20、21、22这4天的课程调整到今天开始21号、22号跟下个礼拜的25、26。 原来云林县4月要举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，各市中小学拢会放假。为着补课，才甲课程提早到1月21、22、25、26这4天来上课。学生只是看我放寒假，不过也是有放假。